江門老闆諮詢856係咪專門用嚟衝壓不鏽鋼同不鏽錳嘅？而家佢衝壓0.3厘201不鏽鋼，衝頭用 D2 無具鋼，箭口唔耐用，所以上嚟了解一下有咩嘢材料又耐磨又唔容易崩口。因為最近特別多廣東嘅老闆嚟諮詢，所以呢篇內容係用粵語嚟介紹嘅。如果你都係從事衝壓行業嘅廣府人，希望可以得到你嘅點讚支持。我哋廣東做衝壓嘅客戶有兩個比較特別嘅叫法，就係材料厚度單位會用厘嚟代替毫米，比如0.3厘其實就係0.3毫米。另外一個就係不鏽錳，係指錳含量比較高嘅201不鏽鋼，因為錳元素會提高鋼嘅機械性能，所以201不鏽鋼會比其他材料要硬一啲。0.3毫米不鏽鋼衝壓屬於薄板衝壓嘅情況，一般只會對模具嘅耐磨性有要求，所以用高硬度嘅冷作模具鋼或者高速鋼係常見嘅選擇。D2 模具鋼呢，我喺其他地方都係好少聽到客戶喺度用，反而喺廣東嘅中山啊、江門啊、肇慶地區用得好多。D2 模具鋼嘅合金成分為鉻12、鉬1、鈩1，碳含量1.5%。D2 模具鋼嘅合金含量要高於普通嘅鉻12鉬鈩同埋 SKT11，特別係內磨元素鈩含量有1%左右，所以 D2 嘅耐磨性都係比鉻12鉬鈩同 SKT11呢類鉻鋼更好。佢嘅使用硬度一般喺 HRC 58到61，因為係衝壓薄板不鏽鋼，而家 D2 衝頭都冇崩口，只不過係佢嘅刃口附近磨損比較快。如果想進一步提高耐磨性，就只有換成高速鋼啦。基礎嘅可以用我哋裕輝嘅 SKH51電渣高速鋼。電渣重熔係一種特殊嘅煉鋼工藝，可以幫助減少鋼中容易脆裂嘅一啲有害雜質，內部嘅致密度高，可以減少高速鋼容易崩角同埋疲勞開裂嘅風險。再經過3段3拔6面鍛造處理，堅硬嘅碳化物被破碎成細小分布彌散嘅狀態，佢嘅硬度更均勻，表面同深部嘅每一個區域耐磨性都好好。SKH51高速鋼嘅合金成分為鎢6、鉬5、鉻4、鈩2，碳含量0.9%，使用硬度有 HRC 62到64。SKH51嘅耐熱性能好，高速衝壓嗰陣可以保持紅硬性，刃口唔容易變形同磨損。佢嘅耐磨性比鉻鋼要提高2倍以上。喺熱處理嗰陣，我哋都有安排 SKH51同種材料專爐專做，安排真空熱處理同超深冷，組織轉化充分，可以更好咁發揮高速鋼嘅超高耐磨性。SKH51喺 HRC 62到64嘅高硬度使用時，佢嘅韌性依然同 D2 差唔多。衝壓1毫米以內嘅薄板不鏽鋼，衝頭一般都唔會崩角，可以放心咁使用。好似衝壓鐵板啊、不鏽鋼啊、錳鋼啊、黃銅啊、硅鋼片嘅連續模同高速衝模，用 SKH51高速鋼嘅客戶係非常之多嘅。我哋福建李老闆係衝壓好多種嘅彈簧啊、電圈啊、彈性擋圈等等嘅螺絲配件，材質有65錳、彈簧鋼、不鏽鋼。為咗產品唔可以塌邊，要用到硬態嘅鋼帶嚟衝壓，原材料嘅硬度普遍有 HV 300以上。佢從2021年就開始採購我哋嘅 SKH51電渣高速鋼同埋 PM23粉末高速鋼，做衝頭同刀口都係非常之耐用。講到呢度，我又諗起10月份我哋雲浮嘅潘老闆嚟諮詢，佢衝壓硬度 HV 500嘅301不鏽鋼，原材料特別硬，用咗 D2、DC53，佢嘅衝頭都好容易塌邊，導致產品好快就拉出嚟冇刺啦。10月20號，潘老闆第一次用我哋 SKH51電渣高速鋼試模。到咗11月3號，潘老闆就發嚟好消息話，佢嘅衝頭使用情況好好，馬上又要買多件備料。我係裕輝模具鋼黃子鵬，來自東莞寮步。喺最近3年，我已經發佈咗414場現場直播，分享模具選材同使用嘅經驗，幫助1628家企業解決模具鋼方面嘅問題。裕輝模具鋼3個世界500強企業都喺度用，正品模具鋼係我哋最唔值得一提嘅保證。今日係我嘅第1131篇模具鋼日記，我已經連續5年喺國內同國外嘅網站上分享我嘅工作日常，呢個都係向我嘅客戶表決心。我每日都喺度正心正念咁銷售模具鋼材，我唔會走佬，亦都唔會銷售假冒偽劣產品俾佢，請你放心。屏幕前嘅老闆如果都有類似嘅問題，亦都可以嚟嘗試一下。